继续来到高雄，一个9岁小女童点有含类固醇的目药水点2年，因为要定期来追踪，怎造成青光眼，最后竟然是倒眼失明。医生来提醒，包括囡仔、糖尿病甲近视较深的患者，使用类固醇的目药水，得到青光眼的几率比一般人较悬。若出现着红目睭、头痛等等的症状，一定要赶紧转去找医生。 若到秋冬季节，这目睭拢感觉大大上上，真侪目睭过敏的患者去看医师，摕一罐类固醇的目药水。不过，使用这种目药要注意。高雄一位9岁查囡仔使用医师开的类固醇的目药水2天的时间，因为无定期追踪，低视感也伤悬，造成青光眼，最后倒泪失明，正泪嘛视力减退。 儿童他是比较容易眼压高的族群，特别是在使用类固醇的药水，所以一般我们儿童的话呢，会去特别注意，不要让他长期使用。医师提醒，类固醇的目药水效果真好，经常是治疗过敏、红目镜的疾病，但是患者要注意使用的频率甲时间，一天唔能超过3届，每天使用唔好超过2礼拜，尤其是囡仔，或者是糖尿病患者以及高度近视，得到青光眼的几率是比一般人较悬。 若是出现头痛、红目的症状的时阵，就要尽速会诊。